农会总干事甲大安区农会总干事做伙为韭菜猪肉水饺甲韭菜猪肉饼做宣传。那它这个韭菜是直接从农地直接现摘之后，直接送到我们的工厂里面，所以是产地直送。那猪肉的部分是来自我们大安区肉品市场所冷链生产的猪肉。因为台中市清水区是台湾出产韭菜重要产区之一，种出来韭菜口味真好，消费者真喜意。这摆特别结合台湾区出产的猪肉，推出新产品。清水韭菜呢，已经有70、80年的历史，而且呢是非常的一个香嫩。上重要就是讲，咱这个水饺甲馅饼是咱的国民美食，伫个遮会当互大家呈现多姿美味又方便的一个料理。农会嘛表示讲，不管是原料还是制作的过程，都是透明有保障，嘛期待讲透过加工处理，那增加农产品料理的多元性，嘛会使帮助农业。我是陈雅玲，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